经典的艺术家、经典的作品、经典的电视呈现，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。欢迎您收看由我们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栏目，我是张芳。评弹是一门古老优美的说唱艺术，它起源于山明水秀的江南水乡苏州，流行于富饶美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。经过历代艺人的创新发展，评弹艺术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流派唱腔和风格各异的表现形式。1985年8月，上海电视台大舞台栏目邀请了来自上海评弹团的多位演员，举办了一场名为“书院摘萃”的评弹晚会。在此次晚会上，吴君玉、姜文兰、张如君、范林元等评弹名家为大家带来了武松、梁祝、孤山探梅、刘胡兰等书目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就将为大家放送这次晚会中的精彩片段。观众们哈，听众们哈，每一个曲种呢，侪有自家的特点。你评弹的特点呢，就是说、学、弹、唱。说可以引人入胜，学呢使大家小口常开，弹呢清新悦耳，唱娓娓动听。所以评弹呢是江南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。有人称你评弹啊是江南的名字，也有人称你呢是江南一枝花。那么评弹流传到现在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，所以家底后节目比较丰富。今天呢，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呢，只能让评弹的百花园里呢，扎一杯苍翠欲滴的叶子，呈现给了大舞台的观众。哦，所以你今天的晚会呢，是将所有摘彩对。那么，阿有节目开始吧？开始吧。第一场节目，就是由青年友范林牛为大家演唱一只时代开篇，叫《孤山探梅》。这只开篇是浙江省唐山万同志谱写的，伴奏呢有冯小英、施丽萍、周树生、盛仁华。梅花滴滴枝上
人美西莫非你北京风霜气，黑水多水靠近梅花厅八对地，他的身前女华妃，我给女儿称海，不是那风的美，说风里体骨，不是靠冲击。是非得等来你春归时，妃子起哄不欢喜，我是应是花送做成你，花成你非大理，牛为他人作家一情君莫想孟姜妻，放我顶上吹子的生一丛梅飞梅花，谁的骊山飞。方才搿只开篇呢，既然是歌颂了梅花的品格，实际上呢，还是家法用之。我们人还应该像梅花一样，爱上对色，辣辣生活艰难困苦上的，侪要灵寿不缺。对呀、革命烈士刘福来同志，虽与梅花一样的崇高的品质，所以留下来这节目，也请大家欣赏。
知名的台词演员江文来为大家演唱留来少年的戏段。伴奏呢是邢建国、徐静、侯君玉、周树生。留来看得大面面上那个本地人，非得侬乡亲们一个一个来让收入，而且口口声声要做留来，显得自家精神最不特色。我应该做下最最看你的人，可是我敌人越收越真，送这个留来一点也不过，非常镇静。抬起指头，被蓝雨的力量塞了浪嘛。想起安全注意在山上的些伤员同志们，更想起了像李良山轻松一样坚韧不拔的革命英勇。老百姓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青年勇者革命的历史。再想起通信员何同志，他送本的半路
坟前很山子，一旦是看到本事，一场自头功都分不得人弄得起。后来想起了个西同志，他母家热血沸腾。接下来，请大家欣赏一个新品种——飞鹰台词检测风波。哎，台词嘛就是台词，哪有飞鹰台词呢？不呀，因为平常辰光听你的诗啊，蛮费辰光。一直么起码要半个钟头到3刻钟。搿搭真个，铁石不让谁讲唱着开篇，起起伏伏还要5-6分钟的嘞，都是听不清爽呀。那个法，今朝搿头台词啊，只要10分钟就解决问题的。好，而且有说有唱嘛，有头有尾。哦，实讲了讲飞鹰台词。对，检测风波呢，是由知名的台词演员张日军、刘云裳搿个2位同志练得自编自弹自演。练到2家头啊，真正是夫唱妇随，热气扑汤出光全身的嘞。现在就听听张吕大演出的检测风波。今朝王家办喜事，小囡爸爸出嫁，那么儿子家刚刚去年结子婚噻。今朝小囡出嫁的爸爸都爷娘大气忙头上，爸爸了娘啊，辰光差不多在早今点3的0时上就穿耳朵24岁了。现在爸爸都娘带阵子日子。刚刚妈，你也没到外头去看，那现在的检测单现在辰光回不来，阿会停了路上看个讲。辛苦你姓大家就是小的。妈，我去看看噻，这小的个检测分来了，那么你弄堂快，检测总会开到你门口里的呀。搿当是的。爸爸，今朝天没阴气哦，那里向只有讲的羊毛衫非常冷哦。那么爸爸，搿今晚里嘛要打了个羊毛衫外头盖，否则别人看不见，没人糟蹋得怪。爸爸，阿爸，今朝做新娘娘，搿顺身必须不能拿出来个，你看3细细个，搿水面上嘛，做些人来紧追，人来拿，要3细细的搞家，3人不大3阿公看到了床上花火开的嘞。爸爸不了自家要得赢得晒出来这样。你这个晒不晒得太结棍，搿牙齿不能露出来个，叫晒不露齿，要是晒非晒。为啥的？再晒点。哎，这，爸爸对娘一看嘛，那么身上嘛手头热呢，也不是怕热了。你神心不够。爸爸，你都要个闲话嘛对个，今朝嘛喊你讲，你当3细细的。哦哟，头发也满个着哎，再试一试娘。新娘子，随糯米金子过来嘛，预备要4个头，因为平常你叫了不大化妆的。今朝面孔他子的胭脂花粉一大杯嘛，今朝想忙进去，只觉得憋着的嘞，看得个新娘娘自家会写出来的呀。姑娘香呼呼，哎呀，林草把绿树，哎呀，新
一朵，满面春风喜气多哎呀！才是遗憾，谁等新姑娘嫁出来，经得起举行婚礼。真那个什么龙岗口的，哎呦，拜托娘家听嘛，刚刚妈嫁出来这位，出来噻。那么你这衣裳箱子领头，前面浪都没这样我感觉的。箱子里阿才是买这个衣裳了。不，可是我还有两太了票。拜了娘啊，那个衣裳到底去多少了？哎呀，可是没浪们，我还有5两太。没嘛多少个呢？妈呢！你少计较。那么我当然说，哎，阿婆们，你也不合照。来点心，妈我会得当心改。拜拜，你准备走吧。真那个希望新姑娘，对打出从进来呀，满头大雾后，汽车喇叭响，新郎进门后，阿爸妈。哦哟，现在你来咋？等你新结的嘞，等人新结呀！结出来这个么子呢？大家去吧啊，去吧。妈啊，三人上门的大家伙，家出那家亲有两哦。啥么子？家出哪家？俺对车子不是进来个咋？说话来这步呀。阿姨，你是订2部的了呀？我是订2部，还有不是我3班又开的，刚才背来的，刚才打扫电话来，随便吃空菜，说话来一部检车。那么是俺是人一部车子，不打手欢你。妈，我想是干吧？要么这次拜了外部去。那么你呢？要么再放一道车子啊？你晓得去喊个了，晓得？看看边浪啥个辰光在落地中这样，再放一道了，等待你来的最少去喊在。我拜了娘，这个事体就千里都不吃改，也是了。不龙江天总归有个，还得落地什么公交车个高峰辰光过在。哎呀，你趁着地车都去吧。啥么子？乘地车？我有那么拜娘这么后嘛这个？侬吃光了检车不走了啊地车啊？都是面孔白白。上面几个过哎呀，灯火龙车哎呀，检车不走打地车，我们那汉人来做个清酒的拉米子包哎呀，什么车了？打地车了，不起在。哎呀妈！毛发挂后，实在白发无。两人美景须凑多，婚礼气氛必得我。哎呀，这新娘子们来这就大北方水等你捡出来这，你自家车子不来呀？不起在，刚刚带你谁样呗？那么辛苦你这个劲子带你上面不记得了，要紧过来随我新娘子摘过上了，那把你随便来去大概。那么新娘子做女对怪，我不去是事体弄僵了咯。上了预备箱跟着新姑娘走，拜托娘就看啥个？农业最早，可是不让俺抵挡，过来就弄农个周水炸了，不许吃。妈，登记这个新娘子总归跟我不在。啥个闲话？农是我娘呀，分出娘家的大门，农是不听娘的。那么上身三菜，把老子啥人吃呢？你也不仔细吃，吃得了干哈？可是拜随便来去个，随便来不许去。可是顶级要去个，顶贵不许去。王老师那么多新娘娘他手指，老子我来个的。那么新娘子真正有个这样，不人家做新娘子们叫卡文，欢天喜地，干干净净。啊，不讲我们做新娘子们不来都拉来拉去，赛过了干体育比赛我把舞啊，你看人家手指拉下来，都在比着马嘎子样。说是新娘娘比起人心啥个样？一口油气那个头，忙针响亮，当上去，血灯就出来，一打了地上，那么白娘这么急个这样，刚刚快点打电话给救护车娘。这东西吧，那么车子真的来个在。新娘真是路哎呀，前出起风过哎呀，一人呼吸声白音，落节身背苍穹哦。等到救护车到，大家许多新人子扶上救护车嘛，车子上忙真有力气，还在救护车上还有医生护士的，一口的外口的样子血，哪里血卡骨的一口为啥？伤口并不到，
打理套红家是纱布橡皮个包扎好么水门新娘子，你还没懂？新娘子说他不来过，哎呀偷，说偷但不想偷，啊对问，对但不问，那么不是难正道。初三的便秘，那么医院里边记载，那么是送来走去吧。个新娘子没事体么，新姑娘胸口就快烧掉三个得脱。个小的带孙子爸爸看看么，你家里说身体吃得下吗？哎呀，去参加这婚礼吧。可新娘子做你的，干嘛最时间了？家庭是我夫妻的事，定了那个最事也推不脱了。那么我真正夫妻们亲口朋友面了，我也难干的呀。但是也气么，不晓得自家娘不答应了哦。这两只眼睛都让对准自家娘的老母。爸爸的娘晓得男的就是也去了海，想法子事体到该个地方快点落场吧，反正也出事体的呀。所以拿男的头发理一理嘛，为何？那么谁厉害，谁想拿点纱布橡皮给抓没脱？那么谁知拉花他还分哎，衣裳箱子打了开，谁打新娘子换不为他新衣裳？爸爸娘带着这衣裳，医生，你屋里不起在，想想你多送你到东风饭店去吧。哪个酒错梦真是东风饭店而起，那爸爸都要么做一下起一下下，爸爸了娘啊，那不要成汽车，那汽车不能称了的哇。个酒车比轿车还快哇，而且红灯早早的要让路个，经常那风雨车座啊。那为识得了小我嘞。大家别误哎呀，思想多多哎呀，西洋女子我的人，儿呀鱼呀，儿呀儿子鱼呀哎，八句八难哎吃多哎呀。那留下来呢，也请大家点点口语。这姑娘吃三菜方面，吃做荤羹，要吃点素羹。经常吃素呢，还要吃荤羹。那么刚才呢，请大家听了肺炎台词，现在也请大家呢听一位肺炎的评话。吴君玉呢，为了受各种场合，为了满足多人次听众的要求，那么连拿1个半钟的一位诗，经过地理。压缩人工10几分钟哦，像压缩饼干子呢？哎，有甜有咸，但是甜一个。是因为压缩饼哦，但符合我人的，因为水符合我人也有点压缩。实际上刚刚上文来交代，我的名字叫吴金玉，水壶里有2个人，破冰三郎杀水，并归属杨勇9把位弟兄。杀水提出来打工光开办肉店不是样子呀？啥子要开肉店呢？杀水没事体的，现在派的没工作。杀水几岁？24岁。还有个么待业青年哇，送上回复一个名称了。在那屋里来工吃阿哥用阿哥手刷开肉店，盖好荆州8月18，王头今日正式开店。开店为了概念叫了一个概管，我老法个概念叫相当要紧。一个开店，一个结婚，谁要概念叫个？你叫盖得好，这个生意做得发个；你叫盖得发好出卖的，你叫了个店要关门的。那么我随上想，实际上上海的开发公司相当多，实际的杨梅山、太平洋开发公司。你介绍鲤鱼啊、大西洋开发公司，在进关特发社，大概中业叫盖特发好了不至少。荆州正式开店了，杨勇杀水起个早起，是王城支酒里向来，养好七不对之。我个杀了门啊，嘎嘎嘎嘎！哎呦，人家分大针几个催米吞上来。指路灯的地方，阿会得固定，吃了个搭，吃了个搭，晒了一台地方，这叫指路。还有说指路吃好子了，炊事劳动力去灯卡送2份苦结构，铁钢锯子，按照仔细吃了吃早点，指路为吃完的早点了，哎，大概是大兵的队伍的，多少嘞？
现在你吃个大饼一条豆腐这样的盖子3忘记了孩子，说你要你吃上下来个点么子，让干。杨勇白上来嘛，也太狠，因为啥水杀鸡马狗想我来拍你。我一早煮个泥巴龙汤，2步糟了，那么来画皮。煮个泥巴呢糟好了，跟浪冲对浪是一当挖他的。搿只煮南海浪去打泥巴浪糟了。外国人来带杨勇看看，哎，杨先生说题啊。搿组织个人当我主队赛当啥个棒呢？吃板子，违法方嘛，搿种猪肉发个针，搿狗也是让头的嘞，当一将么泥巴挖出，打过去，烧个炉头分动。后面山上上水几个点水手，杨勇往边上抬一抬，兄长看我的，喷往搿么一跳。个动作美丽也是漂亮，2只水里向力度也是准。总水拿纸泥都跟龙胖一把抓了，纸个泥都做头嘞，个狼一把抓了，大不追。我不抓泥都是进攻出口，发现里边人个，唯一个抓雨水胖，我指路雨里个抓脚走怕抓龙，砰拎起来。奔到外头，天津里找阔摆个上灯水路，我找指路啪，翻一个伸头皮，手上上灯笼把稳，2根绳子啪，接了，抓起开始杀鸡，杀水找雨水水那上灯边龙上打，嗖，拔出一部锋利的钢刀，血的地2米宽，2有血肉。搿把刀拔出来个辰光，嗖，好个钢盔，嗖，拔出来有锋利的声音。别觉得一块3光那把铁菜刀拔出来，风啊没了。这把刀是好刀，刀拔到水里向，哈！后面在浪沙水起个条走水，水拿到支个河坡，砰，往上一推，一推嘛，他只发出一声尖叫。沙漏在水里个波刀，砰，嘿，大欢声举起来，嚓一刀，啥地方3层衣，是不是个那个血飙出来。再听这个上指了龙臭叫，那啥叫法？挨得像推子空气子，在扶个这嘴的叫是，个把刀啪一往，刀子往正指路个心门里，嘿一刀，这一刀顶重要。老发个杀子用刀个不像现在用第一个屁股上一指个抓子。已经7个字，背后心门里砰一刀，发出再一声尖叫。那声音这个难听，斗气蛮会好听的，谁叫斗气声音？现在自杀好，自杀好，胖子、刮毛、刮光、铺头皮，分门别类。指头、指甲子、指泥巴、指下脚、手人、夹心、地胖、热料，全部在过好。正式开的，老发开的花队真多，我要放炮仗，到我叫高声，噔，啪，往高处升龙去个叫高声。下人，你叫写炮仗，你到于民堂叫必定发财，哪有个种声音的？你听呀？别发，地冲发，人地2个字必定发财。有辰光我找别那个声音蛮难听，那么不领导，说，也出卖的一个介绍，把门背一头跟马卡子为了灯，第一日开牛的背着大马路，马卡很多，男女老少全部在斗。真是上不来呀！我要么要吃在
我要一斤金肉，我要开台北个，各地装肉不来是个。我要2斤6条，我要3斤半全部才是装肉。我里向5个儿子光浪费吃得了不够，金肉不够大个。我要1斤7两，金个装个搭搭。那个宰肉就难宰子，1斤1斤半，1斤7两难宰法。可那宰肉师傅基本功。啥岁16岁，肉店里向等过半年，努力也没发动发威，啪，肉拿来，拎起斧头，嚓，2斤，斧头放开，趁着狗浪捉了，啪，趁女人一拎，趁头娘毛靠口，杀平2斤，等到你满意了，另外各一块肉3两左右包上去，就是表示送不难吃。马上6个人，20块捏一块，努力个服务性啊，加大呼吸，够别不呼吸个有一个嘛有60块肉，不大太人呼吸，这样上一点，不让口，开头面肉了，只剩那个部位了，顶太少一个人，啥地方给了叫脑破肉，500点针对，个只剩那个脑袋把子在贴着。而且每一个浪上一盆毛，像50这样切布，不就难吃法子。水肉上去，有声音，水松脱，这儿吧嗒，那里像有台湾的那些，那么那狗子，来兄啊，那我出门的马到才刚块肉，这块头面肉是鬼吃个哇，来我得不得嘞？这里去点呢？第二么生意这个好，新开的，但是我搞青年噻，来试口呢，试口呢，说是一个店名叫乐山，你去问你店有没有点和牛须，还不够叫你乐山。谁要说啊？好，真诚，要块牛了，那长么子长到底呼吸人话呼吸个了，所以这个样子呢，看上去还不用个棉花腿。那么个只那的肉体专门太肚子了，个2、3专门我这个我能疼为啥疼我起来了？但你商量你看他白，30一颗面孔长得羞羞，一个手破路12块肉，不被人家吃嘛，我哇不开心。陈兄，对不起，当个之后，称一块太肉，2斤烧熬，4斤和一胖一包，陈兄拿去。你都过来吧，好，当心了，啪！这外公的还不离这了，张一张一顿分量，还有5星。个懂的呢，非常绅士。哎呀，叫那边的办法，刚刚放个牌上，我在听几个必发必定发的。老兄啊，你要到这。那么那改米水的块肉坏脱里走啊，啥天坏脱里啦？饭吃个呀，哪晓得个屁呀？饭吃了，走去山的兄弟像焖肉一样惯。那么你讲狗吃个呀，你懂得啥？我说狗个能走完，叫上你记载。马靠买我心底里向买开心，羊肉哈哈大笑，发开心的事起来了。上来5个流氓，一个领队个叫哪里的阿七，个人伤着像绑着一抓。还是过到个饭店里来靠着广发，他毕业后新开的羊肉啥时候能摆不出面孔？好了，我海人拉开，到此的巨大门里面拿上来2个小兄弟，故事又叫梁国礼，这帮一口真带上来个，啥时候叫潘明山老不大好吧？羊肉养好人，哈哈，杨老板，马着地旁吃口。羊肉的到水里一口，带个哪里的阿切毛毛、石榴毛，那厉害！两国里面哪吃啥个地旁？毛的要只你不没饭气讲的样子，明明上来硬他比你红，我摆不出面孔。羊肉带啥水一口，啥水斧头啪，真等白狼一放，心里什么难对付的，啥时候带眼睛，嘟噜噜，
凉州白发来了，俺是眼睛凉州白发就来了，哎，一口人气的，聪明有白发，多凉州有白发来的。我说的咱了本地们的拎不起两起走，走到眼黑十到鼓浪桥上阳光眼那样没办法的，啥龙才怕两人白发来。所以侬阿哥岁的两岁儿童的拿过来抬得起来，有时两只头，啪，这样样子一干，按照随便抓地旁2斤12个，真正摆了一放。陈兄，这只地旁以下是哦，两个里去上抓地旁，满意，上来拿来，啥水个抓水，一个指头往里水摆了，当一滴，没来，想戳那个地。磨得个浪，一直磨得挨浪15个人进浪。昨天2股小弟拿去，那不是同你说啥呢？哎，交过朋友嘛，哈哈，跟我小子，那背不得的，那呀，挨着谁帮忙，啥水一是要怕，眼睛在单弓相对上一看，从鼻小弄个人绿的浪，啥水是我2小动的啪一头望着人绿浪，砰杀飞过去。真兄2个小弟谁拿笔？拿笔？杀起惊慌失措。这个人绿浪像迷茫眼睛不对谁，2小动里砰，细枪飞到个人窟窿这个2种眼睛里，那里的阿菜口色相跨的不飞飞至我眼睛里来了。地旁边吃着，门站我现在吃后头，这样。那么那个西人当心的家里呢，地上一个头发当心，砰一别，哎呦，地旁分吃上，别都个夹子，哈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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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水开牛的到此结束。那么留下来嘛，是再有一只节目做啊，是我的那个合唱2组当中的先头 C B， 对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各方面侪让大型改革之风，我们呢，要想进行一次新的探索。对，所以你辣场子上呢，还有了一些修改，重新来编想。我认为请来了乐队，就是上海广播电视艺头的乐队，也是我们一大演出。还有呢，我们头里向的李永明、徐静、邢建国、沈仁华、郭玉玲一道呢来加强伴奏中西结。对的。那么我们辣唱腔上呢，还了有一些突破。做应对3年同窗，今家突然要分开，真是依依不舍。300个县的应对子女，弟兄情深，送子一人，女一人。应对也想托付终身，但是哪舍得去看，只能将路浪的景物来打动300，两家头一路河山。
兄，你来开呀！开什么呀？你开这里，细条刷刷来，刷刷刷笔分不开。身分两地心相随，一粒口是那是干，一粒情情啊，两兄啊是谁？
海上归回，玉梦也要重相见。一花皮的是我神意来。深深难不西北西北。作为江南曲艺之花，评弹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，名家辈出，流派纷呈，好书目层出不穷。2006年，评弹更是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为今后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坚实的动力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。当然，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，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或者通过写信的方式告诉我们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